我家什么都讲让，因为礼让是一种美德。让一让。我家的礼让是单向的，我老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让。拜托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拜托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我迟早会把老公让出去，直到有一天，太过分了吧！你干嘛让他们呢？开什么玩笑？被他撞到还得了？不如啊，让一让，回去一点，平安回家最好。你哦，在家如果也知道让一让，就不会有人受委屈了啦。平安很重要，一家和乐也很重要，不是吗？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啊，我也会让你一点。老公，帮你讨回公道。发现恶意逼车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：一、小心避让；二、安全录下影像；三、向国道公路警察局举发，最高可罚24000元哦。国道反霸凌，全民录起来！